行政長官曾蔭權同埋多個問責嘅官員落區派傳單，推銷2012政制方案。不過政府新聞處一直都拒絕透露行程安排，最後只係提早個半鐘頭通知傳媒去沙田採訪曾蔭權會見傳媒。咁曾蔭權去到沙田嘅時候情況亦都一度混亂㗎。有評論員同埋立法會議員就批評政府今次突襲式嘅宣傳係怕遇到反對聲音，而曾蔭權同埋官員派傳單嘅時候係遇到唔少反對聲音㗎。喺度攞呢一張嚟啊！一齊向前走，或者連媽咪一齊向前走，為香港進步。希望我支持行政長官曾蔭權同問責團隊全部着上印有白底男字喜鬧嘅 T 恤，分別去到唔同嘅地區派傳單同埋襟章，推銷2012政改方案。市民冇權投支持反對票，方案喺立法會又冇十足嘅把握會通過。曾蔭權就去到金鐘嘅商場，叫市民幫手游說議員。我希望你都幫我手啦，俾立法會議員我哋更加順利。不過並非全部人都支持，大專2012就趁機抗議。有反對人士就被指做 show。你表演仔，唔係，我多謝特首，我完全冇表演。多謝特首，我想你正面回應嘅，真係。咁除咗曾蔭權，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亦都去到九龍灣宣傳政改。一樣遇到相反意見嘅市民。2014提名你一補選咧，你就可以補選冇用嘅喎，我係要提名喎。嗱，分清楚，我唔係要補選喎，我要提名3方面嘅提名權，選舉權同被選舉權喎。咁我提名權去邊咧？我哋呢度咧，主要即係我有啲垃圾唔緊要嘅。係啊，你未有喎，垃圾我等咗。係啊。咁佢之後又去到沙田文化博物館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一齊宣傳。咁最後特首同埋高官會合，坐開篷巴士去到沙田大會堂，用大聲公呼籲市民支持2012政制方案。特首曾蔭權連同佢嘅問責班子下晝去到沙田派政改嘅宣傳單張，現場一度混亂，而曾蔭權未能按原定計劃派單張。曾蔭權同多個司局級官員去到沙田，由於有大批傳媒包圍，加上有示威人士一度走近曾蔭權叫口號，要求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期間曾蔭權冇停低回應現場記者嘅提問，現場一度混亂，而政府新聞處人員臨時將官員派單張嘅位置移咗去其他地點。行政長官曾蔭權連同一眾嘅特區政府官員落區遠銷政改方案，但係大部分嘅行程都並冇預先通知傳媒㗎。有時事評論員就批評落區接觸公眾亦都冇透明度，欠缺政治智慧，根本唔能夠爭取到反對派嘅支持。歐志良報導。曾蔭權親身落區宣傳，一眾高官響應。但係時事評論員就認為今次落區嘅透明度唔高，會令人覺得行動係小動作，係表演。真係派傳單啦，而又透明度唔高嘅，咁只會俾人一個感覺咧，就係即使係從政治技巧處理咧，都唔夠嫻熟，唔夠圓滑。特區政府咧，佢自己本身少一啲小動作嘅心態，多一啲即係光明正大嘅行動，咁樣咧，你個誠意先至表現到出嚟嘅。劉銳紹又認為今次嘅活動難以爭取到反對派嘅支持。咁如果佢諗住係希望爭取到反對派嘅人嘅支持咧，我諗呢點亦都係奢望。特首咧就唔好錯估咗自己嗰個嘅政治智慧，以為好高招。實際上，算我講得即係直接啲嚟講咧，佢嘅政治智慧咧。最低限度係50分以下唔合格嘅。而泛民主派議員就批評曾蔭權嘅做法係唔肯面對群眾，佢係好怕其他市民知道佢去咗邊度咧，係有任何抗議嘅聲音。咁如果你個方案係好嘅，你使乜怕人抗議咧？就係你自己心虛，覺得自己嘅方案係好多嘢都交代唔到，解決唔到問題。
李卓人強調，即使政府總動員落區，亦都唔能夠促使泛民通過政改方案。亞洲電視記者歐志良報道。